各位老友記，各位聽眾，大家好，我係岑日飛。今日我哋坐埋一齊傾下偈。天道幽微，世事如棋。好多人成日問我，岑師傅到底咩叫做命，咩叫做運？點解有啲人好似生出嚟就擁有一切，但到頭來又會一無所有？其實命運從來都唔係天上跌落嚟嘅偶然，而係你過往無數次選擇所種下嘅因，喺特定時間結出嚟嘅果。大家年紀同我差唔多，一定經歷過香港最黃金、最璀璨嘅80年代。你哋最近有冇留意到網上好多後生仔喺度傾，話而家啲女明星靚就靚啦，但係靚得千篇一律，好似倒模咁，完全傳唔到記憶點。好多人都話，要講真正有特色、有靈魂、有氣場嘅大美人，一定要睇返我哋80年代嘅港台女星，林青霞嘅英氣，王祖賢嘅明豔，關之琳嘅華貴，李嘉欣嘅冷豔，每一個行出嚟，一眼認出，一世都唔會忘記。但係各位就喺呢班絕代佳人同台競豔、神仙打架嘅年代，成個香港演藝圈流傳住一句非常之有分量嘅說話，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你再紅也紅不過鍾楚紅，再發也發不過周潤發。各位，你哋諗下，周潤發係咩人？嗰個年代嘅票房神話，華人影壇嘅絕對傳奇，能夠同嗰個年代嘅周潤發齊名，將兩個名並列放埋一齊，放眼成個港台影視圈，得佢一個鍾楚紅。當時被全香港嘅媒體同觀眾公認為香港第一美女，外界甚至封佢為東方瑪麗蓮夢露。佢嘅靚唔係人工雕琢出嚟嘅，而係渾然天成，帶住一種野性、真誠同無比旺盛嘅生命力。呢種命格喺易經命理學上叫做木火通明，燃燒得極其燦爛，企喺度唔出聲，所有光芒都會自然而然咁墜落佢身上。但係就係一個咁樣嘅女人，喺最璀璨、最巔峰、名利雙收嘅年代，當所有人都以為佢會繼續稱霸影壇嘅時候，佢靜靜雞咁息影咗。今日我哋就用易經嘅陰陽之理，用佛家嘅三世因果，一層一層同大家剝開鍾楚紅呢一生嘅命局，睇清楚天道究竟係點樣同佢算呢一生嘅賬，亦都睇下佢係點樣用自己嘅清醒喺殘酷嘅命運面前，為自己爭得一個最圓滿嘅晚年。各位要睇得明一個人點解企得咁高，首先要睇佢由邊度出發。易經第一卦官卦嘅初九爻講潛龍勿用，一個人喺未發跡之前，佢藏喺咩環境，吸收咗咩地氣，決定咗佢日後能承受幾大嘅福報。如果你去過尖沙咀，一定聽過重慶大廈，嗰度唔係咩高尚住宅或者富人區，而係一個三山五岳、魚龍混雜嘅地方，住滿咗世界各地嘅人。鍾楚紅就係喺呢度大嘅，老豆做啲時裝同裝修嘅小本生意，一家6口，日子過得一啲都唔寬裕。作為家中大女，佢由11歲開始就要幫父母打理生意。佢唔係坐喺度舒舒服服做花瓶，而係真係落手落腳，學識點樣鑑別珠寶，分真假，睇成色。嗰個年紀嘅女仔好多仲喺度發緊公主夢，但鍾楚紅已經明白一個極之現實嘅道理：靚係老天爺賞飯食，但真本事係要靠自己對手爭返嚟嘅。呢種從底層摸爬滾打浸淫出嚟嘅清醒，成為咗佢一生最硬淨嘅底色。天道要磨練一個人，
一定會先將佢擺喺最複雜嘅環境，等佢提早見識世間百態。轉眼間，佢19歲嗰年，阿媽幫佢報名參加香港小姐選拔。嗰個年代嘅港姐係幾多草根女仔逆天改命嘅入場券。朱玲玲一選完就做咗豪門闊太，趙雅芝由港姐舞台飛上枝頭，變咗華人影視圈最優雅嘅女神。阿媽望住自己個女，心諗個女生得咁標緻，唔出去見下世面真係太可惜。但係性格內向、唔慣大場面嘅鐘楚紅喺決賽嗰晚出咗事，佢轉唔慣高踭鞋，行台步嘅時候行錯位，結果只係攞到個第4名，無入前3，無豪門劇本，無一夜成名嘅神話。選美失利之後，佢去無線電視試鏡，因為壓力太大，對白講到甩甩咳咳，試鏡又失敗埋。入娛樂圈嘅2條大路，似乎都對佢重重關上咗大門。易經有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你以為山窮水盡嘅時候，天道往往會喺你意想不到嘅地方開一隻窗。就喺鐘楚紅試鏡失敗、灰心喪氣行出電視台大門嗰一刻，一抬頭佢撞到前面一個男人。呢個男人就係當時香港演藝圈大名鼎鼎嘅實力派影帝劉松仁。劉松仁望咗鐘楚紅一眼，認得呢個係啱啱落選嘅港姐，亦知佢試鏡失敗。但高人睇人，從來唔睇一時嘅得失，佢睇到嘅係呢個女仔身上嗰種未被世俗污染、獨一無二嘅氣質。劉松仁冇講太多說話，直接將佢引薦俾一個準備拍第一部電影嘅後生導演，而呢個導演就係日後威震影壇嘅大導杜琪峰。你話命運神唔神奇？港姐落選，試鏡碰壁，原本人生應該同娛樂圈斷絕關係，卻偏偏喺轉角處撞上咗改變一生軌跡嘅人。呢個就係命格中嘅天月貴人現身，將佢由冤底一嘢推向上天，入咗電影圈。鐘楚紅展現出連張曼玉都睇傻眼嘅天賦。開機前，佢隨手將啲頭髮撥亂，扯一扯衣領，一走到鏡頭前，導演一嗌 action， 佢唔需要慢慢培養情緒，直接1秒入戲。1988年，佢創下咗一個驚人嘅紀錄，一年拍咗13部電影。喺嗰種快過流水線嘅影視工廠入面，冇時間休息，冇時間準備，你就是要喺最短時間交出最好嘅狀態。一個由重慶大廈走出來嘅草根女仔，就憑住呢股無可取代嘅靈氣同拼勁，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企上咗香江之巔。各位，一個女仔生得靚係上天俾嘅禮物，但如果生得太靚，又企喺名利場嘅正中央，咁就係一場無日無之嘅考驗。喺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圈，有一座越唔過嘅高山，叫做霞玉芳紅。林青霞、金馬獎影后梅艷芳、金像獎、金馬獎4料影后張曼玉、金像獎5屆、金馬獎4屆，唯獨是鐘楚紅喺金像獎同金馬獎都有多次提名入圍，但永遠都爭過一步，就係攞唔到呢啲最高榮譽。有記者戥佢唔抵，追問佢會唔會覺得好遺憾。鐘楚紅只係笑笑口，講咗一句冇得獎，即係我演得仲未夠好。一個喺嗰個年代紅到發紫嘅女人，用咁簡單嘅一句話，將所有人嘅惋惜輕輕接住，然後放低。呢種氣度
就係易經入面講嘅知止，佢知道自己嘅極限，亦都唔會為咗虛名去強求。但係名利場嘅誘惑，又點會輕易放過一個咁通透嘅美人？天道要考驗一個人，往往會喺佢最風光、最冇防備嘅時候，俾佢一個清劫。1983年，成龍同鐘楚紅合作拍新電影《奇謀妙計五福星》，就喺嗰個片場，成龍睇中咗佢。當時嘅成龍絕對係成個香港電影圈最炙手可熱嘅男人，佢對鐘楚紅展開咗極之猛烈嘅追求，喺劇組入面對佢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身邊所有人睇在眼裏，都以為呢係一對熱戀中嘅情侶。但係冇人知道，就喺前一年，即係1982年12月，成龍已經喺美國洛杉磯同台灣女星林鳳嬌秘密結婚，連兒子房祖名都已經出世啦。呢段婚姻對外界係完全保密嘅，即係話成龍喺片場大張旗鼓追求鐘楚紅嘅同時，佢喺美國已經有咗妻子，有咗兒子。後來消息紙包唔住火，傳咗出去，鐘楚紅呢一刻先如夢初醒，佢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爭啲行入咗一段根本唔應該存在嘅關係。嗰種衝擊唔係普通嘅受傷，而係一個女人嘅自尊心俾人狠狠地踩喺地下嘅感覺。面對呢種屈辱，鐘楚紅冇哭鬧，冇公開撕破臉，佢做咗一個極之果斷嘅決定，立刻斷絕來往，一刀兩斷，連五福星嘅續集片約佢都一併推掉。佢唔想再見到呢個人，唔想俾任何人有機會再講閒話，唔想令自己同呢段關係再有任何一點牽連。當時有人話佢傻，嗰個可是成龍嘅戲啊！但鐘楚紅從來唔係嗰種會為咗利益委屈自己嘅人，佢寧願失去寶貴嘅工作機會，都要令自己清清白白。呢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嘅剛烈，正是佢命格中最硬淨嘅護身符。除咗成龍，當時嘅歌王林子祥亦都追求過佢2年，同樣因為對方已經有家庭，鐘楚紅明確拒絕，一句多餘嘅說話都冇。更有富商開出7位數港元嘅天價，只求同佢食一餐飯。鐘楚紅聽完冷笑一聲話：要我為咗錢去同人交朋友，我先唔做呢啲事，志趣不相投，再有錢都冇用。老子話：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佢清楚知道用自尊換返嚟嘅名利，最終都會帶住劇毒。佢對待感情有骨氣，對待朋友亦係情深意重。導演楊凡拍《意亂情迷》，為咗宣傳需要性感泳裝相，旁人勸鐘楚紅唔好犧牲清純形象，但佢話楊凡係用自己辛苦錢拍戲，需要幫手，佢完全唔計較。後來楊凡想拍《玫瑰的故事》，原定女主角係張曼玉，但楊凡想換成鐘楚紅。鐘楚紅知道之後婉轉拒絕咗，佢話張曼玉係我嘅好朋友，呢個角色係為佢量身定做嘅，我唔會去搶。但提到張曼玉，就必須要講一件非常震撼嘅往事。1987年，張曼玉喺一次採訪入面，無意中透露咗鐘楚紅同一個人同居嘅消息。鐘楚紅極度重視私隱，知道之後非常震怒，隨後亦爆出咗張曼玉同導演爾東操嘅秘密戀情，兩姐妹就咁樣鬧僵咗。喺呢段八卦故事入面，張曼玉無意中講出去嘅嗰個男人嘅名就係朱家鼎，呢個人將會徹底改變鐘楚紅嘅後半生。各位，
喺鐘楚紅31歲，即係佢成個演藝生涯最紅、最巔峰嘅時候，朱家鼎行入咗佢嘅生命。朱家鼎係香港廣告界嘅風雲人物，一代才子。但如果論財富、論江湖地位，喺嗰班排住隊追求鐘楚紅嘅人入面，根本排唔上號。外界好多人都覺得朱家鼎配唔起紅姑，但鐘楚紅經歷過成龍嗰種欺騙，見識過富豪嘅輕浮，佢比任何人都清楚名利最係虛妄，佢要嘅係一份實實在在、乾乾淨淨嘅尊重同偏愛。講起朱家鼎，佢創作過一句華語廣告界最頂級嘅宣傳口號，大家一定聽過，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喺我哋玄學命理入面，有一樣嘢叫做參與預言。一個人寫出嚟並且傳頌千古嘅字句，往往會帶住極強嘅念力，變成佢自己一生嘅寫照。當時嘅鐘楚紅沉浸喺甜蜜入面，點會諗到呢句浪漫到極致嘅金句，日後竟然會變成天道，寫俾佢哋婚姻嘅最終判詞。1991年12月10日，31歲嘅鐘楚紅去咗美國羅德島州嘅教堂，靜靜雞搞咗個200多萬港元嘅婚禮，冇邀請香港媒體，冇大排筵席。記者追問佢點解喺最紅嘅時候結婚，鐘楚紅只係淡淡然咁講：拍戲雖然好玩，但我從來未做過人哋太太，不如試下啦，不如試下啦。輕描淡寫，唔係因為愛到失去理智，而係因為佢清清楚楚咁知道眼前呢個男人值得佢將女人一生中最黃金嘅時光交俾佢。婚後，鐘楚紅做咗一件令所有影迷心碎嘅事，佢幾乎徹底淡出銀幕。一個曾經十指不沾陽春水嘅絕代佳人，開始走入廚房學煮飯，易經觀卦行到第6爻，叫做亢龍有悔，意思係話當一條龍飛到最高處極盛之時，如果唔識得退，就一定會有悔恨。鐘楚紅喺事業最巔峰嘅時候選擇息影，其實喺命理上係一種極高明嘅主動求缺。佢以為用事業上嘅缺就可以換嚟婚姻同愛情上嘅滿，但係呢個世界上最危險嘅嘢唔係一無所有，而係完美。鐘楚紅同朱家鼎嘅感情實在太好太純粹啦，天道嘅稱係絕對公平且冷酷嘅，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當一段世俗嘅感情完美到極致，天道就會喺另一個你最意想不到嘅地方強行敲開一個缺口，一場生離死別嘅剝卦之劫正等緊佢哋。各位，64卦入面有一卦最令人心寒，嗰卦叫做剝卦。剝即係剝落、侵蝕、失去。天道如果要考驗一個人，或者要喺一個人身上收賬，佢從來唔會一嘢將你打死，而係會用剝嘅方式喺你最在意、最珍惜嘅地方一浸一浸，將你擁有嘅美好慢慢撕裂。時間嚟到2006年，鐘楚紅同朱家鼎已經恩愛咗15年，朱家鼎嘅身體開始出現咗一種極不尋常嘅消瘦，原本風度翩翩嘅才子面頰突然凹陷，眼眶深陷。狗仔隊影到佢哋行出診所嘅相，有記者衝埋去問紅姑：你老公係咪病咗呀？點解瘦到咁？鐘楚紅停低腳步，語氣冇任何起伏，淡淡定定咁答咗一句：冇，佢只係減肥。佢喺度講大話，但呢個大話背後藏住一種令人心碎嘅心情同體面。鐘楚紅
比任何人都清楚丈夫嘅病情，但佢唔想令朱家鼎難堪，佢寧願自己一個人孭起所有嘅壓力，都唔想外面嘅世界喺朱家鼎最需要安寧嘅時候，將鏡頭對住佢。呢種維護就係夫妻之間最深嘅義氣。確診嘅消息最後都係瞞住大腸癌，鍾楚紅帶住丈夫輾轉香港、台灣、美國，遍訪天下名醫。佢每日親手為丈夫準備午餐飯，親手榨豆漿、煲湯。只要朱家鼎肯食多一口，鍾楚紅就覺得仲有希望。嗰段日子，鍾楚紅承受嘅心理壓力大到外人無法想象，甚至因為極度焦慮，頭頂開始出現大面積嘅斑禿鬼剃頭。佢將自己全部嘅生命力都投放入去守護嗰個即將消逝嘅生命。2007年8月24日，香港養和醫院53歲嘅朱家鼎終究敵不過病魔。臨走嗰一刻，朱家鼎用佢嗰隻瘦到得反皮包骨嘅手，緊緊揸住鍾楚紅隻手，講咗生命中最後嘅4個字：你要堅強。交代完一代才子撒手人寰呢4個字，重如泰山。朱家鼎知道自己一走，鍾楚紅嘅世界就會徹底崩塌。佢想俾鍾楚紅一個活落去嘅理由。朱家鼎嘅喪禮嗰日，鍾楚紅全身着住黑衫，戴住極大嘅黑超，手裏緊緊揸住一塊手巾仔，不停咁印眼淚。就喺呢個時候，周潤發同發嫂第一時間排開人群趕到。你仲記唔記得嗰句說話？你再紅也紅不過鍾楚紅，再發也發不過周潤發。當年喺《秋天的童話》入面相依為命，而今時今日喺現實最殘酷嘅生離死別面前，周潤發再次企咗喺鍾楚紅身邊。周潤發行埋去，直接伸出雙手，將鍾楚紅深深攬入懷中。鍾楚紅再也壓抑唔住，喺周潤發嘅膊頭上崩潰痛哭。嗰個擁抱入面裝住幾多鍾楚紅一個人撐唔住嘅重量。喪禮之後，鍾楚紅陷入咗人生最深嘅黑暗。佢整整4個月住住素服唔肯換，每日都要靠安眠藥先可以勉強入睡。朱家鼎生前寫過嗰句：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寫呢句話嘅人，最終用自己嘅早逝為呢句廣告詞寫下咗最沉重嘅注腳。你寫出嚟嘅每一句說話，其實都係你命運嘅伏線。外界當時紛紛猜測，一個無兒無女、習慣咗被寵愛嘅女人點樣捱得過？有人話朱家鼎一走，鍾楚紅呢一世算係徹底完啦。但係天道收走咗佢最愛嘅人，卻並未收走佢命格中最硬淨嘅嗰股氣。每一個劫嘅背後都藏住一個生機，關鍵係你點樣去面對。後來鍾楚紅喺採訪入面講，喺最絕望嘅時候，一啲危險嘅念頭不止一次喺我腦海入面閃過。佢諗過跟住朱家鼎一齊走，但係佢冇，因為朱家鼎臨終前講嘅嗰4個字，你要堅強，佢唔可以令朱家鼎失望。身邊嘅朋友靜靜雞咁輪流陪住佢。周潤發每個星期固定約鍾楚紅去行山，2個人行喺山路上面，周潤發只係同佢傾花草樹木，傾天氣風景，就係咁樣，用大自然嘅氣息，用朋友最無聲嘅陪伴，將鍾楚紅心入面嗰個黑洞一點一點咁填反平。用咗差不多整整4年嘅時間，當鍾楚紅再次企喺大眾面前，記者問佢點解唔考慮再嫁，佢話唔係因為咩承諾，
而係因為愛情仍在，係我自己心中嘅感覺。記者追問佢：一個人唔覺得寂寞咩？鍾楚紅答咗一句極具哲理嘅說話：我唔係享受孤獨，我係享受獨處。孤獨同獨處境界差咗成個世界。孤獨係被逼嘅，心入面穿咗個窿；獨處係主動選擇嘅，心入面係圓滿嘅。鍾楚紅嘅心入面裝住朱家鼎，裝住嗰16年最完美嘅時光。佢一個人，但佢從來都唔係真正嘅一個人。朱家鼎生前係攝影發燒友，佢走咗之後，鍾楚紅孭起咗佢嘅相機，去咗冰島睇極光，飛到肯亞睇動物大遷徙。佢話：我係替佢去睇佢未睇過嘅風景。喺鍾楚紅嘅手腕上面有一串佛珠手串，呢串手串係1991年婚禮嗰日朱家鼎親手為佢戴上嘅，30幾年啦，從來冇除低過。為咗呢份跨越生死嘅愛，鍾楚紅受洗成為咗天主教徒。佢嘅理由純粹到令人心酸。我喺度諗，將來去到天堂就可以同佢重聚。復出之後嘅鍾楚紅投身環保，反對明日大嶼填海發展計劃，直言嗰啲係有違天意嘅工程。佢做呢啲事堅決不作受。對待自己嘅容貌，佢竟然拒絕任何醫美，拒絕過度修圖。拍廣告時，甚至主動要求合約入面加多一條條款，絕對禁止用 AI 技術去修飾佢嘅樣貌。佢笑笑口答：人總是要老嘅。呢種接納歲月痕跡嘅從容，正正展現咗易經坤卦講嘅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如今已經66歲嘅鍾楚紅坦言：我嘅生活好豐富，好開心，我冇咩缺乏嘅。一個失去咗一生xuất愛、獨居10幾年嘅女人，因為佢知道佢已經擁有過呢一生最重要嘅愛。各位老友記，我哋終於嚟到鍾楚紅呢一生故事嘅尾聲。不久之前，有人喺香港街頭偶遇素顏短髮嘅鍾楚紅，網民對佢講：請你千萬要幸福。鍾楚紅溫柔而堅定咁答：我會嘅，你都係啊。一個咁樣嘅女人，一生從來唔虧欠任何人，感情上潔身自愛，對朋友有情有義，對世界充滿善意。點解佢偏偏要承受痛失摯愛嘅苦楚？難道真係好人冇好報？佛家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欲知來世果，今生作這事。鍾楚紅今生要承受失去朱家鼎嘅切膚之痛，係前世嘅因緣果報，今生要嚟還債。但各位，你睇下佢還得幾咁乾淨，幾咁完整。佢冇抱怨過老天爺，冇用逃避去掩飾孤獨，佢只係坦坦蕩蕩咁將呢一生嘅因果業債還得清清楚楚。我哋盤點一下佢今生種下嘅因。第一，佢喺感情上種下咗乾淨同自重嘅因，拒絕成龍，拒絕林子祥，拒絕富商7位數字飯局。第二，佢對朋友種下咗義氣嘅因，不計酬勞幫楊帆，堅定拒絕搶張曼玉嘅角色。第三，佢對呢個世界種下咗無私嘅善因，真心實意投身環保。最重要嘅一粒，因為佢呢一生從來冇失去過自我，喺名氣最鼎盛時冇迷失，喺失去朱家鼎時冇徹底沉淪。佛家話：菩薩為因，眾生為果。普通人只睇到佢晚年喪夫，但真正有大智慧嘅人睇嘅係佢種下嘅因。天道嘅算盤上面從來都冇漏算過一筆。有人問過鍾楚紅：
你有冇後悔過喺最紅嘅時候息影？佢好認真咁答：我知道自己咩年紀就應該做咩事情。各位朋友，你問下你自己，你知道自己而家係咩年紀嗎？你知道自己呢個年紀最應該做嘅事情係咩嗎？鍾楚紅用佢大半生嘅軌跡，向我哋所有人示範咗一件事：一個人係可以唔需要跟住世俗寫好嘅劇本去活嘅。鍾楚紅嘅故事其實講緊我哋每一個普通人喺呢一生入面，終究要面對嘅3個靈魂拷問。第一，你呢一生有冇真真正正去愛過一個人？愛到喺佢走咗之後，孭起佢部相機，替佢去睇佢來不及睇嘅風景，愛到將佢親手戴上嘅佛珠留喺手腕上30幾年，從未除低。第二，你呢一生有冇喺最痛嘅時候依然選擇繼續向前行？因為有一句，你要堅強，你就咬實牙關撐落去。第三，你呢一生有冇喺任何時刻都死死守住最真實嘅自己？喺誘惑最大、壓力最重嘅時候，你有冇守住底線？天道從來唔會辜負一個真心向善、清醒自重嘅人。鍾楚紅如是，我亦深信聽緊呢個故事嘅你亦都一樣。祝大家平安健康，多謝各位。